上兩集咧，我記得係同阿 Mike 咧去傾到呢一個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啦，咁樣因為咧就係佢哋就係拍張慈善信託咧，都係主力就係關顧咧，如果有呢個病嘅患者咧家屬咧提供唔同嘅資訊啦咁。而今日咧真係帶嚟唔同嘅資訊啦，點解咧？我哋上次提咗少少關於飲水啫，咁但係咧飲食啊嘛，咁樣同埋治療期間咧，我相信咧患者都喺一個生活習慣咧、飲食習慣上面咧都需要留意多啲嘅。眼前就有呢一位嘅註冊營養師就係 Dominic 喺度。Dominic 你好啊，你好。提到咧就係 CLL 嘅病人咧，我想知咧佢哋喺個治療期間，如果提到喺飲食方面咧，佢哋冇話特別需要啲乜嘢營養素，或者飲食方面要注意啲咩㗎？其實有㗎，咁第一點我最想帶出咧，就係咧好多嘅病人啦，或者病人家屬啦，都會覺得有呢個病啊，就要食得比較清淡啊，要戒口嘅。咁其實咧，我哋咧首先見咗一個病人之後，我哋會同佢釐清翻呢個概念先，因為其實我哋就係治療期間咧係需要補一啲營養嘅，係啦。如果過分戒口咧，只會令到啲營養素攝取不足嘅啫，譬如係啲鐵質啊或者礦物質啊呢啲好緊要嘅。咁咧。首先，我哋嗰個飲食嘅approach 啦，就會係一個高熱量啦，同埋高蛋白嘅模式嘅。所以咧，唔係要食得瘦啲喎，反而係食得高卡啲、熱量多啲嘅。咁同埋蛋白質嗰度攝取啦，都係會要求比較高嘅。咁譬如三餐盡量都有蛋白質啦。譬如香港可能早餐成日都係食可能麵包啊、麥皮啊咁樣嘅澱粉質為主嘅。咁啊建議佢哋咧早餐可能都加多啲可能奶製品啊，或者係蛋啊，係啦。咁如果好多時可能飲食方面即係天然嘅食物，未必話即係食到咁多啊，即係都知道可能胃口嗰啲會差，係啦。咁可能就需要一啲嘅處方嘅營養奶去到配合啦。嗰啲營養奶咧就好犀利嘅，一支咧已經等於成3隻雞蛋嗰個蛋白質嘅量，同埋等於可能大半餐嘅熱量。可能係有啲朋友可能因為副作用關係，未必食得落啦。係啦，反而可能呢個就係一個補充品。係啦，即係我哋會評估可能進食量比較少嘅，可能一日要補翻1-2支呢啲嘅營養奶去到幫助咁樣咯。OK， 即係高蛋白啦，仲有就係一啲嘅高熱量啦。係啦。咁仲有某幾種營養素都特別係對呢個即係抵抗嗰個癌細胞係有啲幫助嘅。咁譬如就係呢個即係 Omega 3啦，呢個魚油啦，同埋咧其實初榨橄欖油咧都係非常之好嘅脂肪嚟嘅。係啦，咁研究顯示咧，其實每日如果食到40毫升，即係大概8茶匙到嘅嗰個橄欖油啦，其實係有助改善一啲癌症嘅指數啊，或者舒緩一啲治療期間嘅副作用嘅。所以譬如炒菜啊，不妨即係落多啲橄欖油啊，甚至攞嚟炒飯啊，其實都好幫到佢哋喺熱量上嗰個提升咯。係，但係咧，我相信呢啲嘅患者可能都係話，可能治療期間啦，佢有出現唔同嘅副作用啦，甚至上次阿 Mike 都有提到，可能啲朋友佢哋嘔啦，嘔到可能連即係脫水啊，甚至根本你飲唔到咁多水嘅咁啊。其實治療期間，喂，我知道嘅高熱量，但係高蛋白。但係咁，Dominic，我食唔落，飲唔落，咁你會作為營養師有啲咩建議俾佢哋㗎？嗱，如果有時真係食唔落，即係我哋都試過冇胃口嘅情況啦。你假如我食，我真係搞唔掂。真係逼唔到㗎嘛，係啦。咁所以有機會都係少食多餐，即係你可能食個份量少少，但係一日甚至係食到6餐咁樣。好多真係。係啊，即係你中間你個空檔就攝下咁樣咯，去到即係解決嗰個即係營養不足嘅問題咯。咁另外咧薑味咧，的確係有止嘔啊，或者係令到冇咁作嘔嗰個情況嘅。咁所以譬如我哋都會建議可能炒菜啊，落多啲薑啊，煲湯啊，落多啲薑啊，或者甚至沖杯薑茶呢啲，咁都可以補充到水分啦。同時咧，等佢嗰個胃口稍為有啲提升咯。係，同埋喺食嘅期間咧，其實即係而家天然嘅嘢食咧，我哋其實都好想食嘅，但係有陣時候又未必會買到啊，加工嘢食好方便啊咁啊。但係其實我哋有陣時食嘅時候，都要選擇一啲叫做天然啊，同埋一啲叫易消化嘅嘢食。嗱，易消化咧就即係睇佢哋嗰個情況，因為咧有啲病人咧可能嘅治療嘅副作用咧就係會頂住個肚嘅，係啦，咁嗰啲可能需要易啲消化嘅。但係有啲人咧就還好，因為其實整體可能高熱量啊、高蛋白嘅食物都唔算話即係超級容易消化嘅。有時好易消化嘅嘢咧，可能會令到你即係營養上即係唔係好夠蛋白質嘅情況。但係我會有一個簡單嘅建議，譬如咧即係依家健康嘅食糙米啊、糙米、紅米呢啲咧，就反而唔係好適合佢哋食啦。因為咧比較飽肚啲。即係我如果食白飯，其實我會容易啲消化，咁我有空間去到食其他再有營養啲嘅嘢嘛。
係，其實係咪根據每個患者佢哋嗰個嘅，因為我哋啱啱所講高熱量即係咁，係咪都根據佢哋唔同嘅狀況，究竟係你治療緊啦、治療後啊或嘅情況之後，都會因應住佢哋唔同嘅狀況咧，而可能有餐單啊，而佢哋每日攝取嘅熱量啊，每日攝取唔同嘅一啲可能蛋白質嘅成分啦咁。係啊，當然啦，因為我哋會大概計翻佢個體重啊，係需要幾多蛋白質嘅。咁即係越本身體重越重嘅人，就需要個蛋白質更加高，就用佢哋每公斤咁樣計算嘅。咁你當一般即係比起一般成年人，其實嗰個蛋白質需求係高出20%至甚至50%都得。咁多睇到佢哋治療嗰個情況咯，冇錯係啦，因為有啲人負重比較大啊，係食嘢即係再差啲咧，可能嗰個需求係更加多啲。係，因為個需求嘅個多原因係啱啱講緊呢個治療嘅情況啦。咁但係如果佢哋好啦，如果佢哋治療好翻啦咁啊，其實佢有陣時我見到佢哋真係瘦咗好多嘅咁啊。咁我成日都聽人咁講嘅。減肥有啲人話好難啊嘛，其實增肥都好啦，增肥係仲難過減肥嘅。絕對同意啊！我都有呢個，我睇你就知啦。咁但係點樣去增肥咧？呢一班朋友仔，尤其是病好之後，嗱病好之後咧，我哋睇下佢哋，即係我哋都要個人化咁評估翻佢哋個狀況嘅。譬如佢哋本身即係可能輕咗好多，就算好翻之後體重穩定，但係如果佢哋都係屬於體重過輕個水平咧，我哋都會建議佢繼續。持續嗰個高熱量、高蛋白嘅飲食，直至去翻一個正常體重為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好翻啦，其實我體重又正常，另外各樣都情況穩定嘅話咧，咁我哋其實整體上配合翻一個均衡嘅飲食啦，盡量食多啲嘅抗氧化物咧，其實係有助減低呢個復發嘅風險嘅。譬如咧，就係呢個譬如十字花科嘅蔬菜啦，西蘭花冇錯，同埋椰菜花呢啲啦。咁入邊有啲物質咧，其實係有助抑制嗰個癌細胞嘅生長嘅。咁其中一個可以減低即係復發嘅機會啦。第二咧就係一啲鎂類喎，即係原來鎂類咧都係一個非常高嘅抗氧化物嚟，譬如有啲花青素啊，或者仲有各式各樣嘅抗氧化物，會喺譬如藍莓啊、士多啤梨啊，或者啲紅莓啊、黑莓各式各樣嘅鎂類咧，其實都會揾到嘅。咁我哋都建議佢哋，譬如有得揀生果就揀多啲呢類，咁就會對佢哋嗰個即係情況有幫助咯。其實除咗抗氧化之外咧，我會諗咯，通常病好之後咧，雖然係好咗，但係咧本身我哋都話要補下身啊，身體好差咁。尤其是我哋好驚就係個免疫力咧可能下降咗。有冇話真係點樣補身，或者係即係提升我哋嘅免疫力咧？嗱，大致上如果飲食方面啦，盡量我哋想就係一個比較多元化嘅飲食。咁唔知你有冇聽過彩虹飲食？有啦，係啊。咁其實咧就建議我哋食唔同顏色嘅生果啊，同埋蔬菜嘅，因為咁樣就確保你接觸到最多唔同嘅抗氧化物啦。咁同埋咧益生菌都比較緊要嘅，因為其實原來腸道嘅免疫力咧係佔咗我哋人體免疫力咧有70%咁多嘅。咁所以如果腸道免疫力好咧，整體免疫力都會好嘅。譬如一啲乳酪啊，呢啲天然嘅食物就可以補充益生菌啦。咁如果你個別有啲人即係可能有啲乳糖不耐啊，真係唔食奶類製品咧，咁都可以透過一啲補充品喺度補充翻嘅。OK， 我想同大家講咧，其實蔬菜咧唔係真係得綠色嘅，或者唔係真係青椒、紅椒、黃椒，其實好多唔同嘅顏色，大家可以選擇啦。咁啊，都真係最緊要就係喺治療嘅開始或者中段，甚至之後點去補翻身體咧，可以問翻咧就係營養師嘅意見啦。今日唔該晒Dominic，下次有機會再傾過。Thank you，拜拜。唔該晒，拜拜。